我一齊起立啊！你哋要稱頌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佢嘅愛永遠長存。我哋愛我哋嘅神係一個喜樂嘅神，讓我哋一齊帶着歡喜快樂嘅心，一齊進入佢嘅殿嘅裏邊，向佢歡呼，向佢獻上讚美。識唱嘅我可以一齊唱，我哋一齊拍住手唱呢首歌。普天歡慶，同入聖所，當歡欣高興，同心起舞高歌。應當知道，我們是永屬他，牧羊的牧羊。普天歡慶，同入聖所，當歡欣高興，同心起舞高歌。應當知道，我們是永屬他，牧羊的牧羊。讓感恩讚美踏進主門前，要歡呼進他聖所。讓感恩敬拜高舉主聖名，來向主高歌讚美。讓感恩讚美踏進主門前，要歡呼進他聖所。讓感恩敬拜高舉主聖名，來向主高歌讚美。普天歡慶，同入聖所，當歡欣高興，同心起舞高歌。應當知道，我們是永屬他，牧羊的牧羊。普天歡慶，同入聖所，當歡欣高興，同心起舞高歌。應當知道，我們是永屬他，牧羊的牧羊。讓感恩讚美踏進主門前，要歡呼進他聖所。讓感恩敬拜高舉主聖名，來向主高歌讚美。讓感恩讚美踏進主門前，要歡呼進他聖所。讓感恩敬拜高舉主聖名，來向主高歌讚美。我救主聖潔，仁慈並完全，長存萬代。我救主永遠可依靠，其信實永恆不改，信實永恆不改。讓感恩讚美踏進主門前，要歡呼進他聖所。讓感恩敬拜高舉主聖名，來向主高歌讚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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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向主高歌讚美，來向主高歌讚美。咩？我哋要將掌聲獻俾天上嘅父神。Amen。感謝神，感謝神。神啊，你係愛嘅神，你係指引我哋嘅神，你係管教嘅神，就讓我哋跟隨你嘅聲音去面對我哋周遭嘅環境。親手
世裏拼搏再爭取，卻怕會有天失去，耗盡歲月，無盡追趕，請主擊碎。曾跌碰至滿身傷疤，你卻以愛作包紮，我願聽命，緊倚靠主，來到每天。人海中單單聽父神你的聲音，挪開私心己意尋求，讓你作指引。迷失中專心方知道你的聲音，沒有離我而去，願意倒空一生。父神你的聲音，挪開私心己意尋求，讓你作指引。迷失中專心方知道你的聲音，沒有離我而去，定意倒空一生。若處低谷之中，或處高山之中，降服你面前，來聽你說話，我心歸你，願意張開雙手，讓你統管一生，順服我父權能，來聽你說話。隨神都有，我哋一齊唱大聲啲。若處低谷之中，或處高山之中，降服你面前，來聽你說話，我心歸你，願意張開雙手，讓你統管一生，順服我權能，來聽你說話，隨神都有。人海中單單聽父神你的聲音，縱使周遭再黑暗，挪開私心己意尋求，讓你作指引。失中專心方知道你的聲音，沒有離我而去，定意倒空一生。人海中專心聽父神你的聲音，沒有離我而去，定意倒空一生。隨神都有。
最美的依據，我主基督救我出苦困，經過風雨總不間斷，靠主的寶血，靈裡得更新，十架犧牲，這心愛使我這生不缺乏，深深信靠我救主永遠，信靠主不失信，永遠也不失信，深深信靠我救主永遠，信靠主不失信，永遠也不失信，徹底的擺上我心安穩，有他主宰，每天我依靠他的領行，將這生憶記化作詩歌，要高歌稱讚主，這拯救不分晝夜，深深信靠我救主永遠，信靠主不失信，永遠也不失信，深深信靠我救主永遠，信靠主不失信，永遠也不失信。聖經係咁講嘅，我哋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呼喊我主，已聽到我的禱告；呼喊我主，已聽到我的禱告；呼喊我主，已聽到我的禱告。堅心的相信，深深的相信，一齊呼喊我主，已聽到我的禱告；呼喊我主，已聽到我的禱告；呼喊我主，已聽到我的禱告。堅心的相信，深深的相信，呼喊我主，已聽到我的禱告；呼喊我主，已聽到我的禱告；呼喊我主，已聽到我的禱告。堅心的相信，深深的相信，呼喊我主，已聽到我的禱告；呼喊我主，已聽到我的禱告；呼喊我主，已聽到我的禱告。堅心的相信，一生深深信靠我救主永遠，信靠主不失信，永遠也不失信，深深信靠我救主永遠，信靠主不失信，永遠也不失信。呼喊我主，已聽到我的禱
主，已聽到我的禱告，堅心地相信，深深地相信，呼喊我主，已聽到我的禱告，呼喊我主，已聽到我的禱告，呼喊我主，已聽到我的禱告，堅心地相信，深深地相信。主，我哋感謝你，感謝你聽我哋嘅呼求，你聽我哋嘅禱告。主啊，感謝你喺個萬變嘅世代嘅裏邊，但係你對我哋嘅愛係仍然不變嘅。主啊，求你幫助我哋點樣將我哋生命建立喺你愛嘅上面，讓我哋可以活出你嘅愛，活出你嘅樣式。深深信靠我救主永遠，信靠主不失信，永都也不失信。深深信靠我救主永遠，信靠主不失信，永都也不失信。主，我哋咁樣嘅禱告，咁樣嘅敬拜，奉靠我主基督耶穌得勝嘅名 ，Amen。弟兄姊妹請坐。係一個5月份咧，係一個好講愛嘅日子，好多都係因為咧下個禮拜就係母親節啦。咁所以咧今日咧都黃牧師咧都講咗一個題目叫做教養嘅季節啊，講點樣去教養小朋友。但係當因為佢嘅錄影啦，咁所以我都自己睇嘅時候咧，我覺得好多提醒，唔係因為我係一個媽媽，而係裡面都有好多神嘅説話嘅提醒。咁準備好你哋嘅程序表，裡面咧有嗰啲嘅講道嘅大綱。咁如果你需要寫低一啲嘅重要嘅即係啲句子咧，咁啊攞定紙攞定支筆出嚟啦，或者記住先嚇，唔緊要。咁我哋真係留心咧聽黃牧師講嘅教養嘅季節啦。咁啊將時間交俾黃牧師。你可能咧從來都冇諗過，做父母教養子女，其實咧都係人生嘅其中一個季節。真㗎，你唔會一世咧同你嘅仔女一齊住一齊生活㗎嘛，係咪？尋日你個仔女仲喺度咧，需要你幫佢綁鞋帶。今日咧，佢已經冇尾飛陀啦。佢哋真係會長大得好快嘅。為人父母嘅當然都好想咧做一個好嘅父母，想有一個美滿嘅家庭啦。但係事實係，我哋生活嘅節奏好急促，再加上我哋嘅工作嘅壓力咧非常之巨大，令我哋咧好難去做到，所以我哋好難唔問究竟係咪可以做得掂份工，又建立好一個健康嘅家庭嘅咧？可以做得掂有好嘅工作成績，同時又養育到忠心跟隨神嘅兒女咧？弟兄姊妹，今日嘅崇拜，我哋會睇下聖經話俾你知道，即係兒女最需要嘅7樣重要嘅事情。其實呢7樣嘢都係天父對待你同我嘅方式。今日我哋冇時間咧詳細咁講解，我只係會將啲重點同大家去講一講，深入咁去探討一下。不如而家我哋就直接開始呢個季節好嘛？第一樣，兒女最需要嘅，聖經話俾你聽就係愛心，係愛心。呢個梗係 number one 啦，係啊，因為愛比任何嘢都重要噶嘛。兒女需要你咧，即係無條件嘅愛佢。佢哋需要一個嘅地方，可以咧完全被接納，接納佢哋好嘅一面，亦都能夠接納佢哋壞同唔好嘅一面。呢個就係愛心啊！呢份愛心係即使知道我所有好嘢、壞嘢，你仍然愛我。約翰一書4章第7節咁講，不如一齊讀好嘛？聖經話：親愛的，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那裏來的。其實愛咧唔係自自然就識㗎，係需要透過學習先至識得點去愛嘅。而最好學習愛嘅地方係邊一度咧？就係同你一齊生活嗰一班人，你嘅家庭咯。如果你諗下，你可以學識愛你嘅家人，其實你可以愛呢個世界上任何嘅人。點解咁講？因為同其他人唔會好似同你屋企人咁有咁近距離、咁長時間接觸㗎嘛，係咪？你要愛遠距離嘅人咧係容易好多，但係當你日同呢一班人一齊生活，就唔係成日都相處得咁好㗎啦。你諗下係咪？但正正就係喺家庭入邊先係最好學習愛嘅場所，你先至真係學識得點樣去愛嗰啲唔可愛嘅人。兒女第一個需要嘅係愛，就係人都知㗎啦。咁我可以講啲咩咧？不如講俾你聽，點樣去表達愛嘅方式好嗎？因為好多時候我哋係明明做父母話愛仔女，但係我哋嘅表達方式咧，佢哋咧就話收唔到喎咁。咁點樣係仔女明白父母愛嘅方式咧？有3個方法。第一個方式係身體接觸，第二個係你要言語肯定佢，第三你俾足夠嘅關注佢。第一個係表達方法嘅，第一個表達方法係身體接觸。佢哋需要好多嘅擁抱，好多嘅觸摸，你需要錫佢，佢哋需要感受到愛。第二個表達愛嘅方式係肯定佢哋，即係佢唔單止要感受到，仲要聽到你話俾佢聽，你愛佢。好多父母喺呢方面咧都會話咧，我愛佢咪得咯，使乜要講出口咁肉麻嘅啫，係咪先？其實唔係㗎，你要講出嚟㗎，要講出嚟㗎。其實你每日都要同佢講，甚至一日咧要講好多次我愛你。你要話俾佢哋知道我愛你。你要用説話去肯定佢哋，用説話去表達愛，去建立佢哋。第三個表達愛嘅方式係關注。當你望住你嘅小朋友，當你用心聆聽佢嘅説話，甚至當你踎低同佢喺同一個水平望住佢對眼嘅時候，你其實喺度傳達緊個信息俾佢知道。你話俾佢聽，你對我講，你對我嚟講係好重要，你好有價值，我好重視你，我想用心聽你講嘢。Amen。其實好多父母會諗，只要我愛我嘅仔女，佢哋自然就會成長㗎啦。好可惜，佢哋會成長，不過唔一定會成長得好啊。我要俾好多嘅例子話俾你聽，即係證明單係愛你嘅仔女並唔足夠，令佢哋喺情緒上邊、屬靈上同埋身體上咧可以健康成長得好嘅。你仲需要有其他嘅元素。所以我哋講第二個你應該要去做嘅就係兒女唔單止淨係需要愛心，佢仲需要指引。佢哋需要指引先會成長得好啊。換句話講，佢哋需要咧有人話俾佢聽佢嘅方向係點，指引佢、指示佢嘅方向。佢哋需要有人建議俾佢，需要有智慧。研究發現咧有一樣因素係令到一個小朋友長大後咧會唔會成功嘅。呢個關鍵嘅因素就係咧一個穩定嘅價值系統。呢個穩定嘅價值系統就係指引。穩定嘅價值系統係由細到大佢都清楚知道乜嘢係啱，乜嘢係錯嘅。咁樣佢哋先至可以喺呢個世界站立得住，否則就會跌倒失敗。我哋每一個人都需要一個根基，一個穩定嘅價值系統。我哋都需要知道界線，邊啲嘢係啱嘅，邊啲行過咗就係錯噶啦。呢啲係邊啲嘢係你應該做嘅，邊啲嘢係你掂都唔掂得，唔應該去做。我哋需要咁清晰嘅界線同準則。好多人咧話，其實信乜嘢都冇所謂啦嚇，即係嗰個價值觀點樣都冇乜所謂啦，只要你真誠咪得咯。我想話，你真係知道自己講緊乜嘅咩？當然，我即係心裏諗啫，我唔會講出口嘅。你真係知道你講緊乜嘢？你信啲乜嘢？
你嘅價值觀係點係非常重要，影響極之大嘅。有啲價值觀教你去愛你嘅敵人，好似基督教嘅價值觀咪咯。但係有啲價值觀係教你去消滅你嘅敵人，兩者有冇分別啊？當然有啦，個分別係天同地咁大。所以兒女一定要知道乜嘢啱，乜嘢係錯。喺美國某一個縣咧，少年拘留中心入邊咧，15% 嘅青少年咧係因為謀殺而被拘留嘅。謀殺啊，老友！美國仲有一個以電視台做一個專題研究美國青少年犯罪急劇上升嘅現象，佢哋嘅結論係青少年犯社會行為嘅問題急速上升嘅原因，係因為道德價值觀下降。小朋友一個道德真空嘅環境長大，結果佢對其他人咧就漠不關心，佢哋淨係被一時即時衝動自己嘅慾望嘅心態所驅使，想做乜就做乜，唔理會傷害到其他人。所以今日嘅年青人，今日嘅細路仔，其實佢從心底裏邊其實係渴望得到指引嘅。聖經申命記第6章第7節，或者我哋都一齊讀好冇？你要把這些話不斷地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裏，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來的時候，都要談論。呢節經文入邊講咗4樣嘢，神講得好清楚。第一樣嘢，呢節經文話俾你聽，邊個去教啊？佢話你要教，父母要教，唔係政府教，唔係學校教，唔係機構教仔女價值觀嘅，係邊個教？係父母教。教導道德價值係父母嘅責任。今日我哋以為由政府去教，或者由學校去教，其實唔係嘅。我哋唔可以假手於人嘅，呢個係父母嘅責任嚟嘅。聖經呢度又講第二個要點就係你必須要教。你留意係必須，父母必須去做，唔係可有可無嘅選擇。因為如果你冇做，你就唔係一個稱職嘅父母，你就係一個失職嘅父母啦。如果你依賴學校啦、社區中心啦，甚至你依賴教會去教，就算佢哋幾好都好，去幫你做到你應該做嘅責任都好啊。其實你都喺度偷緊懶，唔應該係咁。主要邊個應該必須要教？係父母必須要教。咁經文仲講喺邊度教咧？喺屋企啦，喺路上啦，係瞓覺啦，係起身嘅時候，即係咩意思？即係隨時隨地都去教。你知唔知道作為父母，你其實一直喺度教緊你嘅子女做人。無論你做啲乜，你企坐，就算你攤咗去睇電視，你都喺度示範緊俾你嘅仔女聽一啲嘢，你都喺度教緊佢一啲嘅信息，一啲嘅價值。小朋友24小時喺度睇住你，24小時受教於你。經文仲講俾我聽要教啲咩咧？佢話要教這些話。神的說話，神俾我哋嘅說話，佢唔係一啲建議考慮下做唔做嘅，而係一啲嘅誡命律例。現世今日好多父母，佢唔係教聖經，而係大量時間塞個 iPad 俾佢用電子奶嘴餵大我哋嘅仔女。你唔可以用你得閒嘅時間先去做父母，你唔可以得閒先去培養所以塞個 iPad 俾佢等佢咧，即係等你做你自己嘅嘢。好多人生咗仔女之後就繼續即係覺得要好多自己未完成嘅目標去追逐，即係順便得閒就做父母嘅責任啦，唔得㗎。當你有咗小朋友，神就呼召你做父母。如果你喺呢方面失敗，其實你就係喺人生呢個階段、呢個季節最重要嘅責任上面失敗咗。你知道人生有唔同嘅季節，將來會有其他時間做其他嘢。但當你決定咗生兒育女咧，你已經作出咗一個好重要嘅承諾，而且唔係1年嘅承諾，等佢過咗 BB 仔嘅階段啦，3年嘅承諾，等佢入到幼稚園，唔係，而係你要幫助佢用愛同指引引導佢成長。第3樣好重要嘅就係你嘅兒女需要被管教、被糾正。因為佢哋都會犯錯，所以佢需要被管教、被糾正。冇一個小朋友係完美嘅。呢度有冇一個人
有完美嘅仔女？舉手睇下，冇，人人都需要紀律，需要問責，需要訓練㗎嘛。希伯來書12章第6節話：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意思就係如果你愛一個人，你就會在乎佢嘅為人。神愛你，所以佢必定會管教你。你愛你嘅仔女，你亦都會去糾正佢，因為你愛佢。箴言13章24節話：不用杖管教兒女，是憎惡他們；痛愛兒女的，隨時管教他們。Amen。聖經即係話唔糾正、唔管教嘅話，你就唔愛佢咯。要愛佢，你真係深深愛佢，你就會管教佢。箴言19章18節就咁講，佢話管教兒女，宜早不宜晚，不可任由他走向滅亡。我想你清楚知道經文呢度講啲乜嘢。佢話如果我唔糾正我嘅兒女嘅話咧，其實我喺度幫緊佢哋失敗嘅。我係幫緊佢哋咧過一個失敗嘅人生，為佢哋鋪緊一條走向失敗嘅道路。你由得佢養成一啲壞嘅習慣，而呢啲壞嘅習慣最終會拆毀佢哋。咁樣可能你會話：係啊，我明嘅，不過點管教呢？聖經教咗我哋3個方式去管教，我冇時間逐一詳細講，即係講最重要嘅關鍵。聖經話俾你聽，當你管教你嘅兒女嘅時候，你要點啊？要快，要平靜，同埋要適量。要快嘅意思即係唔好拖咯 ，OK？ 立即去介入去教佢。要平靜，意思即係唔好帶住你嘅憤怒，唔好帶住怒氣。要適度，即係咧唔好過分，唔好過量。我哋應該咧用神點樣對我哋嘅方式去對待我哋嘅兒女，呢個就最好嘅參考啦。你要明白，懲罰同管教係唔同嘅。如果你信咗耶穌，你係神嘅兒女，唔知你知唔知道？當你犯錯犯罪嘅時候，神係唔會懲罰你嘅咧，因為你應該承受嘅所有懲罰已經喺十字架上，耶穌為你承受咗啦，付清一切嘅債項啦，耶穌已經承擔咗嗰啲懲罰啦，所以神係唔再需要懲罰你嘅啦，神係唔會懲罰信徒嘅罪嘅，但係神會管教。咁你話咁有咩分別啊？分別好大㗎。懲罰嘅目的係咩？係施以刑罰，而管教嘅目的咧係期望成長。懲罰係着眼過去你做錯咗啲乜嘢嘅，但係管教咧係着眼經過呢個管教嘅過程，未來你會成為一個點樣嘅人。懲罰背後嘅態度係因為你做錯咗，我好憤怒；而管教嘅背後嘅態度同動機係愛。呢個愛嘅動機話：我要糾正你，幫你走翻去正路。神唔係要你懲罰你嘅兒女，神係要你去管教佢哋，好似神去管教你一樣。事實上，當你帶住你嘅憤怒去糾正你兒女嘅錯誤嘅，只會帶出一個結果，就係佢憎死你。神教我哋要着眼未來，所以我哋要糾正我哋嘅兒女，而唔好停留喺過去，唔好懲罰佢哋。好多時懲罰同管教之間嘅分別，就只係在於你嘅態度嘅啫。點樣劃分你嘅態度？點樣分出咩態度？就係你諗下，你去管教你嘅仔女嘅時候，你係咪出於憤怒，想發泄你嘅情緒，令自己即係舒咗啖氣，舒服啲？如果係咁嘅，好明顯呢個唔係管教。帶住憤怒嘅呢個係懲罰，你淨喺度發泄，喺度報復，即係將你即係嘅不滿累積到一個地步，忍唔住咧就爆發喺你嘅仔女身上。但係聖經話唔好咁樣，唔好用即係傷害人嘅説話，唔好用咧即係用傷害嘅説話去傷害人，只可以用建立人嘅説話去講出口。即係話你要學識，你要去糾正佢。
唔係判佢死刑，你要管教佢，唔好摧毀佢。第四個家長父母要知道嘅就係，你嘅仔女需要除咗愛心指引同管教之後，佢仲好需要信心。佢哋需要信心，因為事實係今日嘅細路仔比以往任何一個時候做細路仔更加艱難。你同唔同意？老實講，你唔會想喺今日呢個世代做細路㗎，因為佢哋嘅壓力啦，佢生活嘅對佢嘅要求啦，佢嘅節奏啦，價值觀嘅轉變啦，人對佢嘅期望，全部都比上一代大好多好多。其實即係一代嘅壓力比另一代嘅壓力，比上一代嘅壓力係一定更多嘅。有關一個自我形象嘅教育研究發現咧，有85% 嘅小學生，3年級嘅小學生咧，擁有良好嘅自我價值嘅。佢哋會覺得自己我幾好㗎，我唔錯㗎咁樣啊。3年班，小學3年班，但係啲研究顯示到初中咧，呢一個數字會跌到得返65%，只有65% 嘅初中生對自己咧係有信心嘅啫。到高中畢業咧，你估下有幾多？得返5%，仍然有高度嘅自我價值感啊！得5% 嘅啫，即係話人長大越大就覺得自己越唔好喎。點解咧？因為我哋活喺一個不斷拆毀人嘅社會，一個充滿負面聲音嘅世界。呢個世界同你講，你唔得，你唔夠好。我哋嘅仔女咁長大，越嚟就越唔中意自己。所以請你記住，呢個世界已經夠負面。你嘅仔女返到屋企，最唔需要嘅就係更多負面對佢哋嘅批評。Amen。歌羅西書3章21節，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激怒兒女，免得他們灰心喪志。你知道嘛？要睇到人嘅缺點咧，係好容易嘅啫，真係好容易嘅啫。唔好咁做，永遠唔滿足嘅父母，只會培養出冇安全感嘅兒女啊！即係話，如果你嘅仔女考到 C， 你又想考到 B， 佢成績係 B， 你又想佢考到 A。當佢考到 A 啦，你又話點解唔係科科都 A？ 佢好冇安全感㗎，咁樣要培養出有自信心嘅兒女。睇下聖經點樣講，點樣先做得到？聖經話愛能包容一切，對一切有信心，對一切有盼望，能忍受一切。如果你愛一個人，你就會一直相信佢，並且常常期待佢會做到最好。所以呢個就係培養出有信心嘅兒女嘅方法。你要培養佢哋有信心，就要建立佢。多啲鼓勵佢，少啲批評佢，多啲為佢喝彩，少啲咧即係嘲諷佢嚇。即係咁啊！如果你今日出街，你諗下有10個人即係讚你啊，好好啊，今日你，但係有一個人去批評你，你會記住邊一個？好明顯啦，係嘛？又或者如果有10個人咧嚟同我講啊，牧師，哇，你嘅講道咧幫咗我好多，但係有一個人嚟話，我都唔知你有乜嘅牧師咁樣，你又覺得我會記住邊一個嘅説話？都好明顯啦，梗係謝我嗰個啦，係咪先？呢個人之常情、人性嚟噶嘛，係咪？所以我哋應該點做啊？我哋每一次你作出糾正負面嘅回應咧，你需要另外多10次正面嘅鼓勵去平衡翻你嗰個負面嘅批評，因為兩樣即係負面同正面唔係同等價值㗎。OK， 負面評價係無可避免會出現，你一定要做嘅就係將正面嘅嘢有咁大放咁大，刻意放大佢。弟兄姊妹，每一個小朋友都需要有人為佢打氣，你嘅兒女需要有人相信佢，同佢講：我知道你得㗎，我相信你㗎，你掂㗎，你做得到㗎，你好叻㗎，我支持你喎，你放膽去啦，你一定得嘅。咁係咪過分咗？唔係啊，佢需要好多嘅信心啊！Amen。
你嘅兒女需要你嘅信心。第五樣嘢就係你嘅小朋友需要開心。家庭應該係一個歡樂嘅地方，屋企應該係好玩、充滿笑聲嘅地方，真係應該係咁噶。我可以講俾你聽，如果唔係咁，有咩後果啊？好多父母好關心仔女，但係屋企唔夠開心，真係唔夠。點解啊？你唔係一個悶嘅人喎，你都想你個仔女開心，不過你太忙啦。你放咗工之後，你仲帶咗一大堆嘢翻屋企，結果你冇時間陪你嘅仔女。冇時間陪你嘅仔女玩，你只係夠時間同佢 check 功課、做功課、搞功課、溫功課。傳道書11章第8節話：人活多年，就當快樂多年。Amen。無論人生活有幾長命都好，都應該享受每一日，係每一日。家庭應該係開心嘅地方，唔係做功課嘅地方。OK。老實講，你嘅仔女其實唔在乎你做過啲咩工程，對佢嚟講呢啲嘢冇乜大不了。佢哋都唔會因為你服務幾多人，因此佢哋得到受惠而覺得好驚訝。佢哋又唔會因為你得到幾多嘅獎項榮譽而覺得好威。佢哋最關心嘅係一件事：爸爸好唔好玩？媽媽係咪一個好玩嘅人？因為將來佢哋長大，佢哋記得嘅就係屋企一個好開心嘅地方。我爸爸媽媽好好玩，同我有好多快樂嘅經歷同時刻。我哋所以需要盡量令到屋企變得有趣。亦都順帶一提咧，所以我哋要人對教會有正面嘅感覺，我哋就要令到教會變得開心。要好玩先得，我哋要揾一啲方法搞到教會好開心、好搞笑、好愉快先得，係咩？你要花啲時間同你嘅仔女一齊去玩啊！即係如果你唔同佢玩，你唔好驚訝佢長大咗，佢唔會留翻屋企噶。如果你唔享受同佢哋喺埋一齊，你都唔好驚訝，當佢哋長大咗之後咧，佢搬走就唔再翻嚟探你嘅。OK， 我哋仲有兩個好重要要學識嘅功課，係令到我哋嘅仔女可以成長得健康同屬靈嘅。第六樣嘢真係你嘅兒女需要挑戰，佢哋需要一啲咧撐闊佢哋嘅經歷，佢哋需要一啲挑戰，呢啲挑戰發掘佢哋嘅恩賜，發現佢哋嘅嗰個 shape 嘅屬靈嘅特質，幫助佢哋去服侍，並且咧學習承擔責任。你知唔知道我哋做人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技能係咩咧？就係學識負責任。Amen。點樣教一個人學識負責任嘅咧？只有一個方法，就係俾責任佢哋咯，俾機會佢哋咯，信任佢哋咯，將責任交俾佢哋咯。當你將責任交俾小朋友，交俾你嘅仔女，佢哋一定會犯錯嘅，係咪？佢哋一定會做下唔做唔負責任嘅，係咪？但係如果你因為咁嘅結果，你預咗，你就一直都唔放手，其實你喺度害緊佢啊！如果你一直當佢哋係 BB 仔，承擔唔到責任嘅話，唔俾佢哋成長，你就要一世幫佢換尿片㗎啦！你只會喺呢個世界培養多一個依賴其他人嘅人。透過挑戰，透過承擔責任，透過被撐闊，你嘅仔女先至會成長得好嘅。路加福音16章，耶穌講咗一個比喻，之後佢咁講：一個人在小事上靠得住，在大事上也靠得住；一個人在小事上不誠實，在大事上也不誠實。如果你們對屬於別人的東西靠不住，誰會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呢？ Amen。 經驗話俾你知道，寧願俾你嘅仔女犯錯，都係要俾責任佢哋，而唔係唔信得過佢哋。記住，為你嘅兒女做少啲，教佢哋由佢哋自己做多啲。
呢個先係培養一個人嘅目標啊！即係唔係淨係活喺你嘅控制之下，而係活喺佢自主之下，活喺神嘅掌管之下。最後一樣嘢，我哋要學識嘅就係兒女需要一致嘅父母，唔好反覆無常，唔好成日改變主意，唔好令即係一時一樣嚇，即係爸爸媽媽一時係咁嘅人，一時就咁嘅人，一時黑面，一時啊白面咁，唔好咁樣樣，要一致。詩篇145篇13節17節話：上主的應許信實可靠，感謝主，他所做的一切盡都美善。上帝就係咁對我哋嘅，好信實。上主的作為是公義，他所做的都有憐憫。上主佢係用信實同公義對我哋，一直唔會改變。呢個就係一致嘅意思。作為父母，我哋都要信守承諾。我哋嘅決定要公平，唔好一時一樣，唔好反覆無常。如果你反覆無常，唔單止會培養出冇安全感嘅兒女，仲會培養出充滿苦毒嘅兒女。人生入面，其中一個最大嘅投訴、埋怨、苦毒嘅來源就係咧，我爸爸媽媽唔守信用。講到呢度，可能咧，你聽到呢度覺得有少少沮喪，覺得自己唔夠好，甚至有啲內疚。但係我今日講呢篇信息，唔係想令到做父母嘅你覺得內疚，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做得好差，好多地方需要改善。因為事實係呢個世界上係冇完美嘅父母，我亦都唔喺度講緊風涼話。呢個世界根本冇完美嘅父母，冇完美嘅家庭，因為冇完美嘅人噶嘛。你都係由唔完美嘅父母養大，而你嘅父母都係由唔完美嘅父母養大嘅，一代一代都係咁。但感謝主，神就係中意用我哋唔完美嘅人去完成佢嘅工作。所以如果你而家正處於做父母呢個嘅季節，呢個人生嘅階段，你唔係要追求去建立一個完美嘅家庭，你應該追求嘅係一個健康嘅家庭，唔係完美，而係健康。你個仔女就梗係唔完美啦，家庭永遠都唔會完美嘅。我哋要嘅係追求一個健康嘅家庭。咁樣點樣建立一個健康嘅家庭呢？聖經俾咗我哋答案，係需要智慧，需要智慧。箴言24章第3節咁樣講：家庭建立在智慧和諒解的基礎上。聖經話俾你聽，點樣建立健康嘅家庭啊？就係用智慧充滿你嘅心咯。我一路咧同大家講緊一個系列，係關乎咧人生有唔同嘅季節噶嘛。我哋講有孤單嘅季節啦，有結句嘅季節啦，而今日係講做父母嘅季節。每一個季節，你一踏入呢個季節嘅時候，其實都係一個新手嚟嘅啫。老實咁講，你未做父母之前，你唔識做父母，乜都唔識噶。有乜嘢嘅課程預備你做父母啊？基本上冇幾多，最多就係你諗翻睇翻你父母點做咯，係嘛？所以我哋都係每個都由新手階段開始學起。好消息係有一個地方你可以得到，即係經驗證明過，歷世歷代都好有效嘅智慧，就係神嘅說話。如果你願意按照住上帝嘅說話原則去生活嘅話，並且你同呢個神嘅說話嘅作者耶穌基督有關係嚇，你求佢俾智慧你，佢會幫助你完成呢個使命。我想同大家講，如果你而家係做緊父母呢個季節，你亦都必須要認真嘅對待。你唔可以當父母係一份兼職，因為做父母唔單止係生你個仔女出嚟，你仲要培養你個仔女長大。而你喺生佢嗰刻，你已經做出咗呢個承諾㗎啦，係咩？事實上，你唔會永遠都擁有你嘅仔女。
你養育教養嘅只不過係其中人生一個季節。要做一個好嘅父母，秘訣就係你要成為一個敬虔嘅人，就係咁簡單。成為敬虔嘅人，讓耶穌基督進入你嘅生命，讓耶穌基督引導你喺你嘅生命，喺你教養兒女嘅事上邊，每日都花時間喺神嘅説話入邊尋求智慧，甚至你要同你嘅仔女講，話俾佢聽，請你為爸爸媽媽祈禱，求神幫助我哋成為一個稱職嘅父母。有啲人可能需要同你嘅仔女去道歉，因為以前做咗一啲唔好嘅管教嘅方法，希望可以主動嘅去和解同修補呢份關係。喺信息結束之前，咁我都要同做仔女嘅講下啦，係嘛？冇錯，你嘅父母唔完美，但係你將來你都會做一個唔完美嘅父母。但係神係揀選咗唔完美嘅佢哋，揀選咗你嘅父母，將你帶到嚟呢個世界。所以你要諗下，你應該用咩態度去對待神為你揀選嘅父母咧？好唔好啊？願上帝幫助我哋，願上帝嘅説話打開我哋嘅心，讓我哋經歷佢嘅愛，經歷佢嘅信任，經歷佢嘅指引啊，經歷佢嘅肯定，經歷佢嘅管教啊，經歷佢嘅一直喺我哋生命上面唔放棄我哋。故此，我哋每一個人，無論係父母抑或子女，我哋都願意將我哋生命交喺上帝嘅手裏邊，成為敬虔嘅人。讓我哋一齊低頭祈禱，好冇？一齊低頭禱告。主耶穌，我想成為你要我成為嘅人，求你幫助我去影響下一代，將上帝你嘅説話嘅價值建立喺我身邊嘅人嘅生命入面。無論我係唔係父母，求你幫助我用愛心去對待人，建立佢哋嘅信心，學習彼此欣賞，成為你喜悅嘅人。求你幫助我用你對待我嘅方式去對待我嘅兒女同身邊嘅人。奉主耶穌嘅名祈禱，阿門。唔該晒黃牧師嘅分享，喺呢一個嘅教導嘅季節裏面，特別講嘅教養嘅季節裏面呢，我諗唔係淨係講有關於父母對兒女嘅教導，正如佢祈禱裏面都講，我諗我哋喺待人嘅處事裏面都有好多嘅學習嘅，因為我諗我哋都係點樣去對待別人啦，除咗唔單止我哋兒女啦，對待別人嘅，咁所以我諗都係一個好好嘅提醒。特別我諗佢最尾嗰度都講，無論我哋作為父母嘅，作為兒女嘅，我哋都能夠點樣去靠住上帝説話，俾最好嘅，俾我哋身邊嘅人或者我哋嘅兒女，都要我哋準備我哋嘅奉獻去回應上帝嘅愛。我哋先為到奉獻有個禱告，我哋一齊祈禱。天父，你多謝你，多謝你嘅恩典，多謝你嘅愛。多謝你賜予我哋好多好多嘢，所以今日我都係透過我哋所嘅奉獻呈俾主你，求你親自悅納教導我哋使用。我嘅祈禱交託係奉賴主耶穌基督名而求，阿門。請招待幫你收奉獻。咁喺收奉獻嘅時候咧，都有啲嘅家事上嘅報告啦。咁亦都係代表彩明浸信會歡迎大家咧嚟到我哋嘅實體同埋線上嘅崇拜。咁亦都如果你係翻咗嚟冇幾耐嘅，咁上一陣間都同我哋頂中有交流傾偈咧都可以嘅。歡迎喺崇拜之後大家一齊去傾偈下，可以去交流下。咁同埋咧就今日咧唔係呢段時間，除咗係教養季節咧，都係學習嘅季節啦。咁所以咧今日
第一堂之後咧，我哋10:09咧有繼續我哋嘅使徒行傳嘅主日學第4堂啦，即係第二季嘅第4堂。咁所以大家留意10:09喺2號室有呢一個嘅主日學。咁同埋咧就尼希米記咧，我哋都開咗咧就即係開咗班啦。咁所以咧都係好開心嘅嚇一個即係學習嘅時間。咁所以大家留意啦，我哋星期二繼續有呢個尼希米記嘅第2堂啊！咁啱啱上個禮拜咧係第1堂，咁我哋都係有好似重溫翻我哋上次學嘅以斯帖記，跟住咧又講翻尼希米記，咁啊講以色列嘅回歸。咁所以如果你都想繼續喺呢一個嘅聖經課程裏面有學習咧，咁可以話翻俾我聽，我都將連結俾大家。咁如果你話咦牧師由我去報咗名嘅喎，不過唔知點解冇同我有聯繫嘅，咁你都話翻俾我聽啊！咁我驚有時真係即係你網絡嘅嘢嚇，即係呢一啲通訊嘢咧，唔係我去控制，咁大家可以同翻我哋講。咁同埋咧就喺我哋嘅程序表咧係多咗一個新嘅即係一個報告事項，就係咧我哋7月12號我哋就會有呢個嘅麗徑懲教所嘅探訪係女子嘅。咁所以如果你想參與呢一個嘅服侍，參與呢個探訪咧，直接向阿郭傳道查詢或者報名嘅，因為我哋需要我話嚇牧師做成2個月先至即係先至係呢一個嘅服侍。咁但係因為我哋需要將我哋嘅個人嘅一啲嘅資料咧，早啲俾牧愛會啦，都係跟牧愛會咧去參與呢個服侍。咁早少少將呢啲嘅資料，我哋即係參與嘅參加者嘅資料咧，交俾牧愛會，由牧愛會咧再去轉達於喺懲教所懲教處裏面嘅即係負責人嘅。咁所以我哋要早少少咧，即係去即係報告呢件事。咁如果你想參與呢個服侍，7月12號下晝我哋大約咧就應該係喺呢度1點到出發啦，咁然後咧聚會入到去裏面聚會係2點零鐘，咁啊1個鐘頭內啦，咁然後我哋就會即係都大約係4點鐘先由嗰邊麗徑嗰邊咧，即係翻嚟嘅。咁所以我諗你預成個下晝嘅時間咧，可能1點至到5點可能先翻到屋企嘅。咁所以詳細等大家知道嘅時間，咁大家都可以參與呢一個服侍。咁我哋其實已經係有啲弟兄姊妹過往都有參與，都已經係有報名。咁但係都想係多啲弟兄姊妹去參與呢個服侍咧。咁你有啲乜嘢咧可以直接向阿傾全報名嘅？咁大家知道嚇。咁所以都即係為到呢一個嘅7月呢一個嘅麗徑嘅懲教所嘅服侍咧，我哋都祈禱紀念啦咁樣。咁同埋咧都有啲嘅下個禮拜咧係我哋嘅母親節嘅應該係啦，即係母親節啦。咁啊，所以咧我哋都係都除咗我講道之外咧，咁我哋都有見證分享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邀請你屋企人咧去參與呢一個嘅崇拜嘅，係啦。咁所以都你可以，當然我哋都有一個嘅父母嘅禮物啊，即係我哋多數都係母親節送埋禮物出去嘅嚇，即係父親節就冇啦，係啦。咁所以咧就我哋都喺母親節咧一次過送俾父母嘅。咁所以咧都可以咧邀請你哋屋企人去參與呢一個嘅崇拜嚇咁樣嚇。咁就我哋祈禱紀念啦咁樣。咁同埋咧就我哋有啲嘅代禱事情啦，咁我哋都祈禱紀念啦。我哋5月嘅馬來西亞短宣係啦，記得。即係我哋要祈禱啦，我哋就真係成行啦，唔係真係成行，即係嚟緊呢個月就成行啦。咁啊，19到咧25號嘅，咁我哋都會有咧去馬來西亞嘅怡保嗰邊咧，佢哋有一個嘅短宣服侍。咁我哋就6位嘅姊妹啊，全女班咧就出發，佢哋就會去咧馬來西亞咧怡保嘅短宣。咁除咗阿郭傳道帶呢一個大隊之外，仲有我哋嘅咪啦、小曼啦、阿善啦。阿 Fanny 咧同埋 Noel 咧，佢哋一齊咧都會去到咧嗰邊咧有一啲嘅服侍。咁特別咧，我哋都會記得我哋喺3嘅時候咧，阿陳牧師嚟過嚟分享佢即係嗰一啲信息啦。咁我哋都會過到嗰邊咧，都我哋特別咧係喺呢個服侍裏面咧，係啲長者嘅侍奉嚟嘅嚇。咁佢哋有日營啦，有同佢哋有啲健康講座啦，同埋因為佢哋都有一啲嘅好似請一啲街坊食飯嘅。
咁所以都係透過可能送一啲飯盒俾佢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同你分享福音啦。咁所以我哋祈禱紀念咧，我哋整個短宣隊咧，佢哋已經喺度準備緊㗎啦，因為好多嘢要去做準備，但係最重要都需要大家咧去祈禱，去即係支持佢哋啦，因為佢哋除咗飛咗過去吉隆坡咧，佢哋要再搭3個鐘頭先入到怡保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咧，神去引領住呢幾日裏面，除咗你真係去彼此即係去服侍之外咧，其實都係幫助咧弟兄姊妹咧，擴闊我哋嘅眼光，睇多啲咧，裏面喺馬來西亞裏面佢哋嘅一個嘅華人嗰邊嘅即係嗰個福音工作啊，咁所以都祈禱為到咧呢個19號至到25號嗰個嘅馬來西亞短宣，我哋都去祈禱紀念。當然我哋都紀念到我哋自己會嘅喺巴西服侍嘅 Fanny， 我哋都為佢祈禱，求主加佢能力，特別喺巴西服侍咧，都願神去親自引領。當我哋都喺代禱程序表裏都會寫到有關於係有啲香港嘅雲福苑嘅居民啦。其實我知道即係我睇到一啲報告都係講到，其實有啲嘅大埔嘅教會咧，為到呢一班嘅居民咧，係請一啲嘅請一啲嘅職位咧去。即係有1年嘅時間啊！我知道佢哋就有啲時間去服侍呢班嘅居民嘅，咁所以都為到即係呢一個嘅機會，我哋都能夠咧去服侍裏面嘅居民。當然你都知道喺呢啲嘅居民當中，有啲都係喺返緊教會嘅，其實佢都係面對緊好大嘅困難。我哋都祈禱紀念呢件事情啦。當然世界嘅局勢大家都會睇到，都會多多去禱告。咁所以我哋都為到呢啲事情咧，我哋一齊嘅去禱告，亦都領受上帝嘅賜福，我哋同起立。我哋一齊禱告，一齊祈禱。天父，你感謝你，因為神你係滿有恩典、滿有愛嘅上帝。當今日我哋喺教養嘅季節裏面，睇到我哋點樣去攞住或者捉緊神你嘅說話，甚至係捉緊上帝你去教養我哋子女。確實係啊，我哋都係一個唔完美嘅父母，我哋都唔係一個完美嘅兒女，所以其實喺人與人之間嘅相處裏面，總會有好多衝突，總會有好多摩擦，總會有好多相同嘅地方。但係實我哋相信你係醫治嘅上帝，你係滿有能力嘅上帝，所以求主教導你點樣同我哋嘅父母相處，同我哋兒女相處，甚至係同周邊嘅人相處。求主施憐憫，讓我哋知道喺你裏面，我哋有力量、有智慧。願神你親自引領，亦都賜福俾我哋一班嘅嚟緊喺5月19至到25號係去到馬來西亞短宣嘅6位姊妹，我哋都去禱告，求主賜福俾佢哋，讓佢哋喺佢哋嘅信仰生命裏面去經歷上帝你豐盛嘅恩典，帶領住佢哋呢段時間去準備去到馬來西亞嘅服侍，佢哋特別去服侍一班嘅喺怡保裏面嘅一啲嘅街坊。或者一啲嘅長者，求主施憐憫，讓你喺服侍裏面滿神你嘅能力，帶領住佢哋喺呢一個嘅整個嘅短宣隊裏面嘅建立，甚至咧我哋知道要飛過去嘅航班，我哋亦都知道係亦都有呢一個嘅交通，我哋又要再坐車入去怡保呢個嘅成個嘅行程，我哋心願神你親自嘅引領保守，讓我哋呢一班嘅短宣隊嘅姊妹能夠經歷主更多，求神你親自引領，都有啲無望為 Fanny 去禱告，加佢能力喺巴西服侍，滿神你自己嘅能力與恩典，亦都求你賜福俾喺雲福苑嘅一班居民，佢哋喺真係上樓之後個心情上嘅起伏，求主安慰醫治，願神你親自引領，主就將呢一切咧都仰望神你手裏面，求主垂聽禱告，亦都願望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感動，常與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阿門。好，今日崇拜到呢度啦，咁你同隔籬講聲耶穌愛你啊，耶穌愛你。係耶穌愛你啊，係好，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